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对中国投资的矿区的反对情绪日益高涨。据报道，吉尔吉斯斯坦纳伦州500多名居民当地时间5日，在中资公司中极矿业投资的索尔通萨雷金矿项目附近举行集会，部分集会者非法冲闯矿区，殴打中方员工，造成数十人受伤。吉尔吉斯斯坦总理阿卜加奇耶夫说，政府已开始调查此事。他警告说，避免这种情况成为一个政治问题。美中贸易战持续了1年，第12次贸易谈判已经结束，但双方尚未达成协议。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期数签署已成为两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3月就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发表讲话，成为贸易战的导火索。在第一阶段，美国对总计250亿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。最近，特朗普宣布，从9月1日开始，将对中国商品征收10%的关税，总额为300亿元人民币。作为对策，中国停止进口美国农产品，导致美国股市下跌至3%。在美国宣布与土耳其暂停 F-35项目后，尚未发出书面通知。土耳其当局表示，直到现在，美国的所有声明都是由媒体渠道发布的。我们期望美国按照国家惯例以书面形式交换信息。伊朗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紧张局势，伊朗总统发表了严厉的声明。他在外交大楼会见伊朗外长扎里夫和外交部工作人员后，发表了电视讲话。他说，如果美国真正想要对话，伊朗愿意对话和谈判，但美方在那以前应该取消所有制裁，与伊朗和平相处，是所有和平的源头。洛哈尼说，与伊朗开战是所有战争的源头。洛哈尼说，美国将伊朗宗教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外交部长扎里夫列入制裁名单，以表明美国不愿意进行谈判。在过去13天里，朝鲜进行了4次弹道导弹实验之后，白宫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。特朗普的顾问波尔顿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，就该问题发表了言论。特朗普和金正恩同意朝鲜不会尝试远程导弹。波尔顿说，波尔顿表示，美国正在密切关注最新的事态发展。